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伸展導師 Raymond。咁喺我哋嘅 channel 咧，其實有好多訓練腹部嘅影片啦。通常做完之後，我哋個腰腹嘅位置咧都會好酸痛嘅，同埋 recover 得好慢。咁今日我就會教大家一啲伸展運動，希望可以減輕呢啲情況嘅出現啦。Exercise。好，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將左腳踏過去右邊，做個 rotation， 我哋放鬆翻腰部嘅位置。注意腰背要挺直。3, 2, 1, next。好，跟住我哋轉腳，係啦，右腳踏去左邊，跟住 rotate 過去右邊。一樣注意個腰部一定要挺直啊！ 3, 2, 1, next。好，下一個動作，我哋就伸展我哋個側腹嘅位置啦。好，右手撳住地下，跟住左手盡量向住右邊推過去。咁注意住我哋保持深呼吸嘅狀態。3, 2, 1。好，我哋轉另一邊，左手撳住地下，右手舉高。3, 2, 1。好，呢下一個動作，我哋趴喺度，將隻右腳盡量提高，向我哋嘅左邊反過去，會拉到我哋個下腹嘅位置啦。照樣保持住呼吸。3, 2, 1, next。好，跟住轉邊。3, 2, 1, next。好，跟住最後一個動作，好，照樣趴喺地下度，跟住將個上身抬高，眼望前方，拉長到我哋腹部嘅位置。5, 4, 3, 2, 1, rest。好，大家做完之後係咪覺得鬆晒呢？睇完我哋影片之後呢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。